雅各書第4章，你哋之中嘅衝突同爭吵喺邊度嚟嘅呢？係從你哋之中戰鬥嘅慾望嚟嘅。你哋貪戀，但得唔到就想殺人；你哋野心勃勃，得唔到滿足就爭吵。你哋得唔到所要嘅，係因為你哋冇向上帝求。你哋求仍然得唔到，係因為你哋嘅動機唔好。你哋所求嘅不過係想揮霍享樂。你哋呢班唔忠信嘅人，唔通唔知同世界做朋友就係敵對上帝咩？邊個要同世界做朋友，就係上帝嘅敵人。聖經話，上帝安置喺我哋裏邊嘅靈有妒忌嘅愛咩？你哋以為呢句話冇意思咩？上帝所賜俾人恩典係令人更堅強，好似聖經話，上帝敵對驕傲嘅人，賜恩典俾謙卑嘅人。所以你哋要信服上帝，抗拒魔鬼，魔鬼就會逃避。你哋親近上帝，上帝就親近你哋。有罪嘅人啊，要潔淨你哋嘅手；假冒為善嘅人啊，要潔淨你哋嘅心。你哋要悲傷、哀慟、哭泣，將歡笑變為哀哭，喜樂變為悲愁。要喺主面前謙卑，佢就提升你哋。兄弟啊，唔好互相批評。邊個批評或論斷兄弟，就係批評同論斷律法。如果你哋論斷律法，就唔係服從律法，而係論斷佢。只有上帝係立法者、審判者，只有佢能夠拯救，能夠毀滅。你係邊個？竟敢論斷你嘅鄰舍？有人話今日或明日，我哋去某城，喺嗰度住1年，做生意賺大錢。但係聽我講，你哋連明日能唔能夠生存都唔知。你哋不過好似一層霧，出現一陣就唔見。你哋應該話，若主允准，我哋就可以生存，做呢啲，做嗰啲事。但係你哋竟然驕傲自大，咁樣嘅驕傲係唔啱嘅。所以知道應該行善而唔去行，就係罪。第5章，你哋有錢嘅人，聽我講，你哋要為嗰啲就嚟到嘅災難痛哭哀號。你哋嘅財富喪失，衫俾蟲蛀，你哋嘅金錢生鏽，呢啲要作為控告你哋嘅根據，又好似火一樣吞滅你哋嘅身體。喺世界嘅末期，你哋只知道積蓄財物，你哋剝削喺田替你哋做工嘅工人，虧欠佢哋嘅人工，佢哋控訴你哋。收割工人嘅呼聲已經達到主萬軍統帥嘅耳仔。你哋喺世上奢侈享樂，將自己養肥，等待屠宰嘅日子。你哋定無辜人嘅罪，殺害佢哋，佢哋亦冇抵抗。兄弟啊，你哋要忍耐，等到主再來。睇下農夫幾耐心等田裏寶貴嘅出產，耐心盼望春雨秋雨。你哋亦要忍耐，抱住堅定嘅希望，因為主再來嘅日子快到。兄弟啊，唔好互相埋怨，以致上帝審判你哋。審判嘅主快要嚟，就喺門口啦。兄弟啊，要記得奉主命講道嘅先知，學習佢哋受苦同忍耐嘅榜樣，因為佢哋忍耐到底，我哋認為佢哋係有福嘅。你哋聽見過約伯嘅忍耐，亦知道主後來點樣照顧佢，因為主充滿憐憫同慈愛。我嘅兄弟啊，最緊要嘅係唔好發誓，唔好指天指地，或指任何嘅嘢發誓。係就話係，唔係就話唔係。咁樣你哋就唔至於受到上帝嘅審判。你哋當中有遭遇痛苦嘅，應該祈禱；有喜樂嘅，應該歌頌；
有病嘅應該請教會嘅長老替佢禱告，奉主名替佢搽油。咁樣嘅禱告係出於信心，就能醫好病人。主會恢復佢嘅健康，病人所犯嘅罪亦會得到赦免。你哋要互相認罪，彼此代禱，使你哋得到醫治。義人嘅禱告有好大嘅功效。以利亞同我哋同樣係人，佢懇切禱告，求上帝唔落雨。果然3年半冇落雨。佢再禱告，天就落大雨，大地生產五穀。我嘅兄弟啊，你哋之中若有人迷失而離開真理嘅人，有人將佢挽回。你哋要知道，使迷失嘅罪人回轉嘅，就係將罪人嘅靈魂從死裏搶救返嚟，並使好多罪得到赦免。